條路也是阮安定區民最大所期待的，因為自這條變道跨過這個國道8吼，影響遊覽車要左轉或行橋，所以這條這個嘅費用就讓阮鄉民出入甲南區的就個交通會當順利安尼，無早起南區要上班，而且讀車讀到要先經這個交隊啊，所以這個交通的品質哦，有做這個高速公路的跨小軌哦，感覺交通安全的真較順利安尼。確實，台灣唯一一個有紅綠燈的國道就在我們台南。這個紅綠燈其實過去如果在車不多的時候是不會造成太大的困擾，但是車行的速度會影響以外，還有一些交通的事故也讓我們很擔心。那現在我們看到南科蓬勃的發展，我們安定，還有這個安南，還有善化的這一線，其實現在的交通流量非常的大，所以我們就急着要趕快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幾年其實交通部會很努力來建設我們的台南的交通，因為未來我們的科技業的發展，台南就是南台灣的最重要的一個地方。所以剛剛所提到的4橫3縱，最中央的這個中間樞紐點就是國道8號。國道8號，如果我們可以讓它通暢的話，速度可以行車效率更高的話，對於我們整體4橫3縱未來整體的交通運輸的效率也會有很顯著的幫助。我們配合國道8號南133線的立體化工程，我們必須要配合133線的一個到港口相關道路的一個拓寬。道路我們會拓寬從10米拓寬到20米，然後它的長度是300公尺，然後總經費大概是7700萬。最主要是因為高速公路立體化的時候，它下交流道也要往港口方向跟往南科方向的時候，轉彎的時候要把這條道路做拓寬之後，車流才不會擁塞到相關的一個瓶頸，然後能夠順暢能夠直接轉往南134線的一個進入南科科學園區。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開闢的時候跟南133線的時候有一個交叉口，那造成交通非常大的一個混亂哈。那非常感謝中央跟地方合作中央補助地方總共花了35億的經費來把這個國道8的這個高架化哈，能夠通過那個交流道，能夠讓國道8的交通更順暢，讓南133線的交通也更順利，不要造成地方跟用路人的困擾。大家好，我是楊春懷，歡迎收看11月19禮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先關心議會市政總質詢。台南市政府在市長王偉提的帶領之下，原本市政是從從容容、游刃有餘，也不過共黨議員周家偉煞以最近一連串處理過程，對非洲地災團傷補助到天高地複雜人力調派，認為市府是處理了連滾帶爬，要求檢討。針對非洲低溫禁運禁台期間，中央設入輔導甲着補助的辦法，針對列管的攤商有營業的事實，甲着配合禁運停售的攤商，攏會用來提出補助。不過議員周家偉卻為無列管的攤商來請命，議員認為無列管並無代表袂用的補助，要求市場的管理處應該愛來輔導。很明確的要件是在列管的公民有市場及攤機場這一部分。對，所以說後來是有因為很多豬肉攤商在反映，剛才這樣像一些問題，像肉品的或農業部所屬的一些相關的市場，其實不在經濟部商業署這個列管範圍內的。那是不是可以針對就是說工會列管的名冊，我們把它做一個轉承的方式，我們地方政府來做這個協助？對，希望你們來爭取啊！我們就借着這個補助也積極納管。對啊，因為它還是有衛生食安的問題，我們把它納管以後就可以去抽查。好。另外，針對天高熱的部分，雖然這兩天天氣降溫，對着天高熱的防治有幫助，不過在過去病媒網的調查，市府設入4級的複查，包括東陽區公所、天高熱防治中心、
中央疾病管制局等。毋過對着區公所第一線的理幹事人員，卻愛甲里長和住戶來溝通。議員認為無一定愛理幹事，里長甲着區公所嘛會用來聯絡，避免浪費上濟人力。台南新聞林永根、楊順懷採訪報道。非洲豬仔全台禁止用噴飼豬，也毋過議員林彥石接着檢舉，背後有一間低調偷偷用噴飼豬，民眾也閣認為市府無作為，對此攏也叫澄清。17號已經起稽查，嘛已經發了120萬。也毋過議員煞表示，再噴的影片是今仔日上新的證據。議員林彥石表示，台南市處得在利用檢驗豬魚飼豬場有11場，飼料飼豬的有541場。毋過佇個非洲豬瘟發生的期間，有民眾檢舉違法的豬魚飼豬場，毋定豬魚無經過蒸煮，另外嘛無登記畜牧的飼豬，因此上午透過民眾提供的影片，佇個議會議事廳公開來質詢。廚餘餵豬，黑數橫行，迄今查獲，難辭其咎。你看，完全沒蒸煮過。再來，更惡劣，你們前天農業局去抓了，好抓了，這是昨天他又去載了廚餘，廚餘這裡又從嘉義載回來，這是昨天的影片。不，這是今天早上載回來的影片。對此，市府農業局長蘇阿嘛回應，市府佇個日前的聯合稽查，已經依照違反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甲着飼料管理辦法來裁罰120萬。那天看到是有這個廚餘桶在對面，有藏這個廚餘桶被我們發現到，所以就用最那個罰款來做處理這樣子。目前知道，目前就先做這個處理，那之後還是可以連續處罰。因為非洲豬瘟豬魚袂用來飼豬，因此目前豬魚的氣化只用會靠焚化爐甲着豬魚各塑化架廠來做成堆肥甲着培養土。毋過肥料甲着培養土，就連議員甲着官員嘛分袂清楚，更莫講是一般的民眾。加上豬魚的氣化根本就對袂着產生的量，因此議員嘛建議應該愛來爭取生質能源廠。台南新聞林永根、楊順懷採訪報道。台南市政府接管首府大學，規劃做專門市政環境園區，包括着辦公行政、社會、教育、藝文以及親子遊遊館等面向。議員陳秋紅關心這5大面向，什麼時陣才會當全面到位？希望市府趕緊下步。台灣首府大學佇民國112年退場以後，由着市府來接管，並且規劃做專門市政環境園區。未來包括社會、體育、甲着環保等局處的進駐，嘛將規劃親子遊遊館，發揮上大的功用。議員陳秋紅除了關心這5大面向，當時才用個全面來到位。另外，因為樂齡學習中心空間無夠，因此有真儕長輩佇個1樓的大廳來運動跳舞。議員嘛希望空間會用個再規劃，避免影響到車公的民眾出入。如果台南市政府的門面讓每天一些長者在那邊跳舞，在那邊做運動，那長輩也不舒服，洽公民眾也不舒服。一個首武大學那麼大的空間，挪不出來一個地方可以讓他們活動嗎？我們再找時間再去會康，裡面的空間再利用哦，1個禮拜內把那個空間規劃好，然後在會期結束之後馬上就做實際的搬遷，好不好？好。另外，佇個學校遊樂設施的野營部分，議員陳秋紅嘛濟間提出爭取，毋過真濟學校因為驚歹去，閣愛開錢，因此攏無想要來增設。對此，教育局長嘛回應，會來整體評估，提出後續更較好的方案。台南新聞林永根、楊順懷採訪報道。2026台南校養系列活動將佇咧11月29號正式登場。除了有3場親子活動，也閣有3場演唱會。市長黃偉綽甲男團 FFO 舉行記者會，介紹場次內容特色。
要麼個卡數電用的部分，市長伊就抓講，伊啥物攏唔知影。新世代男團 FFO 現代舞蹈表演炒熱現場氣氛。最近 FFO 正拄替刑事警察局去反詐騙宣導，即馬閣來替2026台南好樣系列活動來做宣傳，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然後不要受騙。然後像這次的演出活動，就可以在比如說活動的官網啊，或者是台南好樣的粉絲頁去看更詳細的資訊。然後如果看到資訊的話，也要就是反覆的查證。最近出現用台南好樣聖誕跨年名義的詐騙徵才消息，市府除了呼籲民眾愛提高警覺，嘛公布了今年的活動場次，對11月29號開始，連續6禮拜，總共有3場親子活動，分別佇咧南科科高館、嘉義體育公園以及南胖，另外還閣有3場大型演唱會。老實說，卡斯我是真的不知道，我真的發誓不知道哈，不知道啊。但是因為很多可能藝人也還在敲定最後的行程，中間有些更迭，因此呢，我們也希望說大家拭目以待，很快就會揭曉了。市府這回為了過年齡層的市民，打造全市性的聖誕跨年慶典，雖然卡數陣容也未公布，也毋過相信已經有儕人相當期待。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普發現金上路，台南市政府推出台南購物節限時塔格活動，對11月19到11月23，只要消費滿50塊，就當摕到4組抽獎號碼。若是講本身就是會員，佇咧活動期間登錄平台更新資料，就有機會佇咧11月3早抽到 iPhone 手機啊，回饋支持購物節的市民朋友。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坤新長老教會牧靈協會美術班蘇醒聯展，總共有108把的藝術創作，目前正佇咧南區公所展出當中。坤新長老教會牧靈協會美術班蘇醒聯展，佇歌唱班以及陶笛班的精彩表演下，為畫展揭開序幕。這次在南區公所的展出，集結了牧靈協會美術班黃國輝老師以及22位學員，總共108幅創作，為人物畫、素描、水彩，為寫實到抽象，充分展現出學員內心世界以及對着生活的觀察。同時嘛，透過辦畫展，鼓勵中輩學員多多出門。阮的繪畫班已經有5-6年啦，老師攏是免費給阮教導。攏會帶阮的這學生去參加比賽，而且我們的那個學員比賽的成績都很好，包括紅十字會，去年咱的台南400年，400週年嘛是攏做獎得做好的迄個優良獎的作品，所以我是為了讓大家有機會可以走出來，所以讓學員很樂意說他想踏出來，去年開始我就讓他們，我們市議會那邊有辦園遊會，我就讓他們出來了，然後現場速寫，人物速寫來老師說10分鐘以內要把它畫完一個人，所以老師就訓練這些學員，所以我們是還好有很好的老師，我們的學員也都是蠻積極的。所以我們每次說要出來，都是一票人出來，很多人。區長蕭秀華感謝坤新長老教會牧靈協會美術班的展覽，後來公所洽公的民眾，同時嘛會當欣賞到藝術創作，歡迎市民大眾做伙來看展。我們坤森牧靈教會平時就是一個關懷據點，那這樣子的一個關懷據點，
每天都有一些長輩們在那邊上課。那這一次利用美術班這些學生的作品，然後結合我們公所這樣子的藝術空間來做一個展覽，所以這一次的展覽是非常多元化的。那由我們洪老師所領導的所有的師生們，一共有22位。那這一次展覽的話，是從11月14號到明年的1月29號，所以這段期間，歡迎市民朋友有空到我們公所2樓的藝術空間來欣賞這樣子多元的一個作品。區長蕭秀華表示，昆新木林協會美術班蘇醒聯展展出期間為即馬開始到明年1月底，歡迎市民來南區公所行行，欣賞長輩溫暖又夠精實藝術創作。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台北市的餐酒館業者甲貝里斯駐台大使館第3度合作，推出期間限定的貝里斯主題菜單，以中美洲罕見的食材甲料理方式，呈現加勒比海甲瑪雅文化的特殊風味。透過鏡頭做伙來看。貝里斯位於中美洲東岸，融合瑪雅、非洲與加勒比飲食文化。餐酒館這次將8道經典菜式搬上台灣餐桌，像是椰奶咖喱燉蝦，香濃滑順，融合海洋氣息與香料層次；炸豆泥佐玉米餅則是街頭小吃代表，酥脆中帶着香辣。而貝里斯傳統燉雞，吸飽醬汁的雞肉搭配椰奶飯，最是對味。這其實是我們第3次跟貝里斯使館合作，也是跟第3任大使合作。那我們其實因為我們是AB 加勒比海餐酒館，那貝里斯也屬於加勒比海國家，所以在這邊來講，我們非常的喜歡跟想要去分享像貝里斯當地的料理。像這次我們有幾個新的菜色，這次推出，包含像我們這次的甜點，以及這次我們做的傳統燉雞，它使用到的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香料，叫做胭脂樹紅，它可以讓整體的菜餚的成色跟香氣帶有非常貝里斯的風味。因為他們是熱帶國家嘛，他們椰子啊、椰肉啊、椰絲啊也使用的非常頻繁，像他們就有他們的飯上面都會拌入椰子，然後很多的菜餚裡面都會加入椰奶，裡面一起烹調。風味獨特的黑啤酒巧克力燉牛，以可入菜，展現中美洲料理獨有的層次感。燉豬尾紅豆飯則是節慶聚餐不可或缺的料理，整桌菜餚仿佛將加勒比海陽光與音樂濃縮在盤中，最後再以甜點萊姆酒蛋糕的微醺香氣畫下完美句點。那巧克力燉牛這道菜呢，它其實印證的是貝里斯的歷史，因為貝里斯歷史上屬於瑪雅文化的範疇。那我們知道，在那個年代裡面，可可是瑪雅的貨幣之一，一顆可可豆就可以換1隻雞，然後5個可可豆可以換1頭牛。那所以可可是中美洲一直以來的價值象徵。他們也把可可這個原物料呢融入到他們料理當中，做出了我們今天品嘗到的貝里斯式的巧克力燉牛。這次協助我們最大的就是大使本人，因為這次我們並沒有直接到貝里斯，但是大使本人這一次在我們研發的過程中，3番4次的協助我們核對菜色的味道，試圖把他在家鄉能夠嘗到最正統的風味帶給我們 ABV。餐酒館老闆表示，未來也將計劃持續推出更多的中南美洲料理，讓民眾一次又一次的用味蕾環遊世界。記者李喜慧台北報道。新北市新北歡樂耶誕城頂上，為期45天的活動，有哪有經典的光雕導演、演唱會，還佫加入全新主題，結合馬戲團表演，甲德國的聖誕氣質。牽着可愛的熊大上台，跟小朋友開心互動。新北市長侯友宜與 LINE 貼圖的角色們一起揭開序幕，宣布今年新北歡樂耶誕城正式倒數開跑。巨大的聖誕樹及氣球、燈飾裝置搶先亮相，市府廣場前濃濃的節慶氣氛已經蔓延開來。我們跟這個 LINE 公司在台灣的總代理，我們特別以 IP LINE Friends。以及 LINE Friends 的秘密來共同合作，創造一個今天帶的2隻大熊出來就知道了哈，馬戲的耶誕馬戲耶誕的歡樂氛圍，所以這2隻熊彼此在轉，這充滿着馬戲的氣氛啊，馬戲團的氣氛啊，大家對 LINE 我看手中大部分都有人在用 LINE 哈。那裡面的主角應該大家都很清楚啊，
有什麼上大上水的沙梨啊、兔兔啊、饅頭人啦、哇，我看恁大家都來去哈，愛個讚嘛咧哈，這個饅頭人嘛來畫一個哈，老目屎嘛給老目屎一個哈，所以其實我們每天都會用，所以今年的主軸是非常國際化，也非常生活化，更重要，我們是把馬戲的元素融入在這個裡面。所以我們今年的主軸就是以馬戲為主軸，跟 NINE 一起合作。侯友宜表示，新北耶誕城今年邁入第15屆，已經是全台灣最具代表性的年末活動，成為許多家庭與遊客心中冬天最期待造訪的場合。也謝謝我們台灣所有人民以及國際友人給我們滿滿的支持。去年我們創造770萬人次，最高峰。那也被列為全球50大耶誕市集，是我們德國的好朋友藍處長每年都給我們支持德國耶誕市集在歡樂耶誕城，所以把特色做得非常的好。50大全球的耶誕市集，50大。另外那一棵樹其實也列為全球最佳、最精彩的8棵樹的1棵樹，這個不容易啊！全球是有8棵樹哎，想想看，一個竹筍變樹了，那個叫竹筍啊。我們來的時候就跌筍了每一年為了要這個竹筍更具有主題性就想盡了腦筋，所以其實迎來了大家的肯定以外，也得到很多的獎什麼紐約的建築獎美國的啦、羅馬的啦，好多的全世界的大獎。不過大獎再多，最重要的要讓來新北歡樂耶誕城的人都帶着滿滿的開心、全家團聚的氛圍而回去。這場年度盛事近幾年都吸引百萬人潮造訪，不僅帶動地方的觀光與商機，更成為國際媒體關注的焦點。今年地方電視台也特別響應贊助，希望透過鏡頭讓更多人看見台灣冬季的浪漫魅力。我們是新北的有線電視公司，我們非常高興連續15年參與這個活動，贊助這個活動，讓新北的這個耶誕城活動可以連續舉辦15年。它也是名列全世界有名的耶誕城活動。那我們身為一個地方有線電視，我們做適度的回饋以及一個推展的話，非常高興可以參與這個活動。今年的活動以馬戲嘉年華為主題，融合科技光影與童趣的設計，打造專屬的角色故事村。除了經典的光雕秀，現場更規劃了馬戲團表演與德國的耶誕市集，從美食文創到遊樂體驗一應俱全，讓大朋友小朋友都能沉浸在節慶的氛圍中，感受屬於冬天最溫暖的城市氛圍。記者施凱文新北採訪報道。基隆信義區禮儀里東明路77巷原本有一座公園，經過里長以及市議員的努力，爭取建設經費，現在已經變成運動風格的迷你卡球場。足球場上，小小足球員練習帶球射門，每一個動作都要落實。教練在一旁指導小朋友做好基本動作。仔細看，這個迷你足球場居然在社區的巷子裡。因為這算一個社區型的球場，那會方便一些比如說社區的孩子啊、家長，讓家長可以帶他們來這邊做運動。那像在日本啊，很多歐美國家，他們在社區型的小球場非常多。像這種就是人工草地，那也比較適合我們基隆多雨的一個環境。綠色的人工草皮搭配牆上的足球男孩彩繪，周邊牆面都經過設計粉刷，讓原本公園華麗轉身，變成了迷你足球場。哇！轉過來轉彎，突然覺得很不一樣的場地這樣子。那因為我覺得這一裡的蓋得非常的好，而且用這個設計得很漂亮，整個草地都是這個人工草皮，真的是在比賽用的，我覺得真的蠻專業的。雖然對面是個小小的馬路，可是我覺得不影響大家可以來練習、可以來玩的心情。位在里里東明路77巷的空地，原本規劃成小型公園，讓里民休憩。雖然場地不大，但空間卻和迷你足球場相似。市議員陳儀爭取市政府預算，經過油漆彩繪，變成了運動風的牆面，沒想到成了熱門打卡景點。這塊地本來最早是那個
警察局的宿舍哦。那因为那年久失修哦，或者就是变成一個好像髒亂點，想說啊，就設計成這個足球場的這個場域哦。那當然這個場域不是說正式的球場。最主要是讓我們裡面這些家長啊，或者是老年人來這邊有一個固定的地方可以來做。身為家長呢，如果裡內有這個公園的話，對我們孩子都是很好的。因為像如果休假的時候，或者是下課的時候，都來讓小朋友這邊來踢球，或者是來運動，都是一個很好的。那基隆很多的老舊社區的裡面的公園呢，我希望都可以打造成運動風，讓我們市民朋友呢可以多加運動。新的運動風牆面完工之後，每天都會吸引民眾前來休憩。里長也張貼告示，提醒民眾記得把垃圾帶走，共同維護公園的環境整潔。記者黃少明基隆報道。感謝你收看11月19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楊春懷，咱再會。1、2、3、4、5、6、7、8。2、3、4、5、6、7、8。3、2、3、4、5、6。同樣的事一直重複做，身體會產生記憶，成為習慣哦。7、8。我也怕快不去耶。我不要得肠病毒，完全没有消毒，可能會傳染腸病毒哦。我不要得腸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換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會傳染腸病毒給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腸病毒，老師說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站衛生，腸病毒遠離我。在職業生涯馬拉松的比賽，照顧囡仔是大人，甲繼續做工課的雙重壓力，就親像拄到真唔好的天氣。不要緊，補給站就佇頭前，對外口減負擔，對內底補資源。社福職場系統優化，顧老搖囡仔同齊來做，隨時予你有夠力的資源，讓女性甲中高齡者有實力再出發。阿媽你好，阮是來甲你送消防平安的，這是阮厝內24點鐘的保鏢。佇第一個時間，伊會當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講哦，隔壁有狀況發生。助警器有分偵煙室與定溫室，分別裝置於居家的不同環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預警防線，安裝完成按鍵測試，它將成為居家的守護者。安裝助警器，5增5波比哦。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林先生，因為你的右手受到機器重壓，狀況比較危險，小心一點啊，沒有辦法完全復原。林先生您好，我是職災勞工專業服務人員，因為我們有收到您的職災通報，所以來了解一下有什麼政府可以協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讓我們團隊一起繼續協助吧。那後續的職能復健服務應該會對他的復工很有幫助。
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